台语字真趣味，乡亲啊，下箍鸡卖分火，台语安尼写，下箍鸡卖分火。箍鸡是要取鸡，甲鸡箍瓦来；分火是甲顶仔火喷予花。若要箍鸡，轻轻松松出小可力都会当，但是若要甲火喷予花，就要出较大力一丝啊。下箍鸡卖分火就是剩有法度出细细力来箍鸡。但是，若要激较大力来喷火，已经无才调。就是咧，比如讲，力头无够、无元气，人已经真忝、真虚、真疲劳了。实在袂方便哩，我才去田里，甲阮阿爸斗做1-2点钟，就忝甲下箍鸡袂喷火咯。新年头、旧年尾，厝内底大摒扫，我摒规早起啊，已经下箍鸡袂喷火，无气力咯。阮公司同事退休，拢无阁补人，一个人爱兼3个人的工课，大家逐工拢舞甲下箍鸡袂喷火，忝歪歪。啊，真久无爬山咯，才爬到半山腰，都偏偏喘下箍鸡袂喷火。伊徛后倒摆犁田，写甲大空细字，是听甲下箍鸡袂喷火。今仔日的台语字下箍鸡袂喷火，实在真趣味。